第4課，一團和氣，選擇饒恕放下，得着釋放。第5天，路加福音6章37節：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就不被論斷；你們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們要饒恕人，就必蒙饒恕。路加福音6章37節：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就不被論斷；你們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們要饒恕人，就必蒙饒恕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感謝你教導我，若我要人怎樣待自己，我也要怎樣待人。求你幫助我不論斷人，不定別人的罪，並饒恕那些得罪我的人，也要饒恕自己，讓我領受被饒恕的恩典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的口和我的心不要批評論斷別人，我不定人的罪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得享饒恕和被饒恕的自由和釋放。阿們。